今天是第35届大祈愿法会正式开始。首先，我要问候国师加长仁波切和明咒仁波切为主的与会的上师、祖古、堪布善知识，还有各寺院的僧伽大众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具信的法友们，要问候大家藏历的地犬年新年快乐。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次第35届祈愿法会，本来的计划是我要前来参加的，但是最后呢，还是没能成行。但是整个祈愿法会的这个行程流程，还有一些准备的工作等等，我都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这个给予指导，还有主持了一些会议哦。那么在祈愿法会期间，我也一直透过视讯有在观看着，那么也会不时的给予一些这个指导。本来还有一点担心哦，但是就是看这次祈愿法会变得怎么样。但是在看到视讯之后，主要看到加长仁波切和明咒仁波切的课程非常圆满，而且一定对于大家在修心上有很大的注意和启发。很多人都跟我这样子反映都跟我这样子说了，说很有帮助。因此，我首先在这里也要再次的感谢两位仁波切他们的恩德，谢谢他们为我们上课那么接着是这一次法会正行期间，因为1-2年前开始，我就给予波多瓦大师的这个修心序的课程。由于是我自己开始的，所以我觉得也应该由我把它教完吧。虽然我这一次远在美国，但现在科技发达了，还是能够直接的给予教学。所以接着这4天正行祈愿法会的课程呢，我觉得很幸运的，我还是能够继续的完成这个修心序的一个教学。那一般来说呢，以我个人来讲，并不具备任何学识、持戒、心善等等的功德。这并不是我自谦的话，事实真的是如此。一方面来说呢，我有幸这个得到了噶玛巴名号的一个加持，这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。但另一方面来说，以我身为一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说，需要坐在这样一个法王噶玛巴的高座法座之上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也是蛮辛苦、蛮不幸的一件事情。那无论如何，真的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号，可以跟很多人结下法缘。这并不是完全不是因为我自己很有德行而是历代噶玛巴的大悲加持，让我有机会利益很多人，
帮助大家种下解脱的一个善种子。因此，我觉得是在历代噶玛巴和噶举祖师的加持之下，而给予各位这样一个课程，而给予各位加持的，我是这样子想的。而各位这次来听法的大众，你们也是一样哦。无论听闻任何佛陀的法教，尤其是当你们在听闻噶当派的教言的时候，这个教言更是一种对症下药的口诀哦，就像藏族俗话说的叫就是准确的在穴位上针灸一样哦，就是对症下药一样哦。这是比喻在说能够针对问题，做有效的一个对治和处理。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口诀。因此，各位在听闻的时候，希望你们的身口意三门都能够不散乱的听闻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延续去年教到的地方往下讲。那去年讲到的是这里。由于心行两者是并进的，所以当你一心系念的是此生世俗，那么外显行为的征兆也都是此生的计较。如果具有的是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话，所做的行持也就会是想尽办法出离轮回和尽力的利他。我们应该依教奉行，言行一致。自己的行持不如法，却对他人开示佛法，这就像是得了麻风病的人，却跟别人说自己有修持大鹏金翅鸟成就法一样，是没有人会听信的。总的来说呢，现在很多人的动机都是一些轮回世间的动机。那么，借由这样的一个动机的驱使，他的行为呢，也都会变成是在成就世间八法哦。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为了求得涅槃，或者说是为了求得遍知的佛果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的话，那么我们的行为反映出来，自然而然也都是尽力的在处理轮回、证得涅槃。总而言之呢，所谓的行者，一个修行人，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这是一个如法行持的人，也就是佛法中怎么说就那么去做，如实去做的人。然后他将自己所修持的告诉其他的人了。不然，如果自己不以身作则，言行不一致，但是却跟其他人到处去说哦，佛法是这样说那样说的，这样对他人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。或许吧，别人听了之后，样子上会好像在修一修佛法，就好像他有学习，好像在修行一些佛法。例如呢，这个弟子听闻到几部论的讲解之后，可能他会得到一点帮助吧，他的心里会有一些改变，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升起吧。但是这个弟子
会不会因此而舍弃对于此事的贪着，或者能够真正，比如说修持佛法而降伏自心的烦恼呢？是不会的，不仅不会降伏烦恼，而且日子久了呢，这个学生他不仅没有任何修持和进步而且他会开始四处抱怨。他会抱怨说佛法修了这么久，一点效用都没有，也会抱怨跟批评自己依止的上师没有什么功德。他会对只要他认识的人，他就会到处这样去说。这是慢慢一定会出现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主要问题出在这个上师身上，这是说法上师的一个问题。这就像主巴圭内大师曾经说过，他就说，有些上师满口慈悲，但这个上师自己一点慈悲都没有。具体那句原文是怎么样不记得，但大致意思是这样上师如果只是口上说说，心绪当中没有一点修持的话，或者说他的言行不一致，就是他所说所做都是相互违背着。因此，弟子当然是不会升起信心的。所以这里举的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这个大鹏金翅鸟成就法为例子。得了麻风病的人过去麻风病在藏地是很严重的一个传染病。只要得到了这个传染病，就不管是什么人就必须马上被隔离的。这是一种龙族的病那么对治这个龙族的病的方法，就是大鹏金翅鸟法门传统上会接受有叫马头明王、金刚手菩萨和大鹏金翅鸟三尊的灌顶，其中就有这个大鹏金翅鸟修持但这里是说，如果自己得了麻风病，又对别人传授这个大鹏金翅鸟对治麻风病的法，别人会相信吗？别人可能会说，如果你要传授这个大鹏金翅鸟的法，首先你得治好自己的麻风病，不是吗？然后我才能相信你吧，不然自己全身都是病，还传授这个法门，我才不会相信你的呢。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呢，一个上师他的言行不一致的话，弟子呢是不会愿意去依止他，是不会相信他的。接着我们再讲到内文出身高贵富有，有胆识，经谋略，有办法，专业的人，不仅会受到善知识的器重，也会受到亲戚朋友的尊敬。但对于那些具有信心或者因为害怕死亡而吸收佛法的人，却说他们是固执没用的人。那这一段是在说呢，现在很多人呢是这样子，就是他只要长得好看一点，至少不要长得太难看吧，长得还可以的，然后他要富有，
还有胆识、经谋略、有办法的这样的人呢，就是很聪明的，就是很会、很有识智变聪的这种人哈，他们就比较容易受到那些假的上师，就是不具德的上师或者不具德的善知识所这个器重哦。他们会觉得啊，这样的人才是最好的弟子，最好的人。所以这些不具德的上师呢，很尊重他们。这种人的师兄弟啊、法友们也会说哦，他很厉害，总之呢，各个方方面面的都会不断的给予他赞叹。相对呢，对于那些真正对三宝有信心的人，或者发自内心畏惧死亡而心系佛法的弟子呢，那些上师就刚刚所说那些不具德的那些假的上师呢，却认为这个弟子没什么，是会觉得这种弟子呢又傻又笨哦，是没什么用的人。然后他的师兄弟呢、法友们呢，也会觉得他好像是个疯子一样。接下来再回到内文当中，这些人的亲人朋友堪布阿舍离、喇嘛法友等，也都认为他们没什么用。不仅如此，还百般轻视地想要远离这种人。胆识富有、经谋略有靠山，这些跟成就菩提都是相违背的。有些格西看不起那些老实修行、保持谦卑、视此生利益、名声、财富、欲望等等如仇敌、如过患的人，认为他们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觉得有财富、蛮横、有背景的人才是有用的人。这样的善知识都不是真实的善知识。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呢？是在说，这样的弟子，也就是那些真正对三宝有信心哦，就是发自内心，他总是害怕、恐惧、无常、死亡的人。那些假的善知识、假的上师呢，会说他哦，这个弟子只是装模作样而已，他装着好像这个害怕死亡、害怕无常，装着好像相信三宝，他其实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。然后这个弟子，这样的弟子，他的亲人啊、朋友们也不会支持他，甚至还轻视他、诋毁他，还想方设法的想要离他远一点。相反的呢，就像上面提到那些出身高贵的呀、有财富啊、有谋略的有权势的那些弟子、有手段的那些弟子呢，却反而会受到尊重哦。但事实上，我们看所谓有财富的人，或者有手段的人、有谋略的人，这跟成就菩提根本是相违背的。一个一心想要证得菩提果位的人来说，这些根本不重要。对于他们来说呢，这些什么所谓的有手段呀、谋略啊、有办法，这都是世间法，是那些一心想着世间法的人呢，想要变得财富的这些人，他们才会这样子想要用手段经谋略的。他们会想尽办法的想要去达成世间的目的。只有这样的人才会
被说好像是经谋略有手段哦。所以，一个舍弃今生的人呢，完全不会想要这么去做的，他不会想要努力成为这样一个精于世间谋略的人。所以这里说和成就菩提呢是相违背的。所以，总之这一段是在告诉我们，如果现代你是一个想要一心一意修行的人，然后视一切法如仇敌过患，能够舍弃今生的弟子，然后能够舍弃今生。但如果有一个上师认为这样子的人，这样子的弟子是没用的，然后这上师不会愿意以慈悲摄受他们，认为他们是没用的，而认为那些出身高贵、有财富、经谋略的弟子才是重要的话，才会愿意为那些有财富、权势的人为他们说法的话，有这样子的观念和作为的上师，不是具德的上师哦，都不是真实的善知识。接着我们再回到内文，如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善知识，就如经典所说，他会无视供养的为众生开示佛法。我们应该把这样如法的性质放在心上。一个好的僧人，他会畏惧死亡，精进修持，不会贪着此生，具有智慧，相信佛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都要从轮回出离，成就圆满的佛国。对佛陀有信心的人就会希求佛法，而那些有胆识、干练、经谋略的人，离佛道是越来越远的。因此，如果有很好的方法，从今天开始步上成佛之道的话，这才是所谓的精通谋略、有胆识的人。同时，这才是所谓的一个准备妥当的人。从佛法的角度来说，这就是智者，这就是持戒清净者，也就是一个妙贤尊者。这也就是快速成佛的唯一方法。这就是俱舍，也就是经论，也就是律典，这就是闻思修，汇聚了一切难行的苦行和力量，就能够成就佛果。从律典到密集金刚的一切经典序典，都是众生修行的法门，都是佛陀观待不同时节因缘而说的，没有一个法是不需要的法门，万法一位。所以这段说到的是说，如果是一个具德的善知识或者具德的上师的话呢，那就会像是这个佛陀，就像是佛陀讲解上师的特质时说，无视供养的为众生开示佛法一样哦。所以无论有没有人供养他，只要是具德的弟子，就会以大悲摄受他为弟子开示的。所以只要是一个踏实修行的弟子，上师都会慈悲的给予指导，愿意带领他的。如果想要正确、好好的、踏实的修持佛法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首先要认清自己的问题有什么，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。首先要认清楚自己的问题在哪，就像是一个病人，先要接受诊断哦，然后找到这个病症、病灶是什么，然后对症下药。同样，如果我们想要很好的修持佛法，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发觉自己的问题，反省自己的问题，是自己的问题
就像视自己的问题如病一般，然后尽力的去治疗，去对治自己的问题。那么上面这一段，这个波多瓦大师认为，什么叫做一个好的修行人呢？上面用词是说一个好的僧人，但无论是僧人也好，修行人也好，意思是一样。要成为一个好的修行人，不一定要成为僧人。无论如何，一个好的修行人，波多瓦大师认为是怎么样的呢？首先，他是一个畏惧死亡，而且精进修持，他不会浪费生命的一个人。他不会贪着今生，而且他对于三宝有着真实的信心。他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具有信心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他根本也不会想要修持的。所以对于三宝是有着真实的信心。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人，他离成佛呢，就是很近的。成佛对他而言不会是很远的。而之前提到的那种有手段、有谋略的人呢，他们离成佛却是非常遥远的。其实本来那些人心中也并不想要成佛吧，所以他们一心想的都是眼前的一些财富啊、一些利益啊，成佛对他们来讲太遥远了。英文来说，就对他们来讲，他们 no interest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对成佛根本没有兴趣，也没什么感觉的。所以对于那些世间人来讲，他们离成佛是非常遥远的。所谓一个刚刚谈到有胆识哦、经谋略的人，就好像是会打官司。以前来讲了，过去打官司不像是现在是去找律师啊或法官，以前没有这些职称的，是要找一个什么人？找一个能言善道的人，会吵架的人。怎么说呢？总之就是一个很能言善道的人，要找这样一个人来帮忙。然后吵架的时候呢，也是要找这样一个会吵、敢吵又会说的人。或者如果家庭不和睦的时候，也是找这样一个精于怎么说调解纷争的这样的一个人哦，来处理。那过去就会认为有胆识、经谋略的人就是这种人，就是这里用词指的是，过去来讲是指这样的人。但波多瓦大师却认为，这才不是真的有胆识、经谋略。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这些并不是的。那所以他认为真正有胆识、经谋略的人是指谁呢？是那些知道轮回没有任何快乐可言，对于世俗的这种叫做什么名利，完全的不放在心上，然后一心向佛，然后完全不管世间法的这样的一个人，才是所谓真正有胆识的人。除此之外呢，是刚刚上面谈到那些世间的能言善道啊、会吵架打官司的人，那根本不是重点。好的，那我想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吧。往年呢，课程结束之后还有5分钟的禅修。
但是这一次在前行课程的时候，国师加禅仁波切和明智仁波切已经给予了很多禅修的指导哦，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就不需要再多做解释。所以接着呢，就大家念诵菩提道次第祈愿文了。